小朋友，你哋好呀！我係嘉樂叔叔。我哋每次參與彌撒，都會聽到好多關於耶穌同聖母嘅故事。不過，你哋對耶穌嘅養父大聖若瑟又知幾多呢？今日我哋一齊嚟聽佢神奇又好感動嘅故事啦。大聖若瑟係耶穌嘅養父，亦都係聖母瑪利亞忠心嘅丈夫。佢係一個勤力善良嘅木匠，住喺一個叫納匝肋嘅細細地小鎮。雖然聖經冇記錄過佢講過一句說話，但佢對天主非常服從。天主叫佢做乜，佢就做乜，從來冇怨言。若瑟每日都用自己雙手整台整凳咁。有一日，佢準備迎娶瑪利亞，點知突然發現瑪利亞竟然有咗 BB。佢當時好迷茫，但天使喺夢入面同佢講：唔使驚，放心娶瑪利亞啦。佢肚入面嘅小朋友係嚟自聖神，佢將會生一個仔，你要叫佢做耶穌，佢會從罪惡當中拯救世人。若瑟一聽到就立刻相信，仲更加用心保護瑪利亞同佢肚入面嘅小耶穌。小耶穌差唔多出世嗰陣，佢哋要奉凱撒奧古斯嘅常諭去伯利恆。到咗伯利恆之後，發現所有客棧都滿晒。有位客棧嘅老闆見瑪利亞大住個肚，就俾佢哋瞓喺馬槽度。小耶穌出世之後，若瑟就親手幫小耶穌鋪好地方，好細心咁照顧佢。之後，惡王黑落德想害死耶穌，天使又喺夢入面提醒若瑟：快啲起身！惡王黑落德想害死耶穌，馬上帶佢哋逃去埃及。若瑟半夜即刻起身，帶住瑪利亞同耶穌穿過沙漠，勇敢逃難，直到安全先返屋企。返到家鄉之後，若瑟仲教小耶穌做小木匠。有一次，耶穌12歲嗰陣，佢哋一家三口去耶路撒冷聖殿，耶穌突然間走失咗。若瑟同瑪利亞嚇咗3日3夜，心急到不得了。醫返佢之後，好啲意甚緊知耶穌。雖然聖經冇寫，但根據聖傳，大聖若瑟喺耶穌開始公開傳教之前已經安息。1870年，教宗庇護9世封佢做整個教會嘅主保聖人。除咗佢嘅生平之外，仲有一個關於佢嘅神奇故事。喺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有一間羅雷托小堂，當時修女佢哋起緊教堂，差唔多完工先發現唱詩台竟然冇樓梯，而且地方又唔夠，根本放唔到普通樓梯。修女哋就向大聖若瑟祈禱求幫手。突然有位好神秘嘅木匠出現咗，佢淨係用木頭，完全冇用釘，起咗一條好靚嘅螺旋樓梯，好似貝殼咁彎彎曲曲，但又非常穩陣。完工之後，嗰位木匠就無聲無息咁消失咗。嗰條樓梯而家仲企喺度，成為若瑟奇蹟嘅見證。大聖若瑟教我哋要為天主勤力工作，保護身邊嘅人，同埋勇敢信靠天主。如果你有時會驚，會唔知點算，可以向大聖若瑟祈禱啦。好啦，小朋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